中共当局在12月7日无预警无计划的情况下突然松绑中共病毒防疫管控，导致了疫情迅速升温，不少医院和诊所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而经济则是一片萧条，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染疫死亡病例不断曝光，外传殡仪馆遗体积存都来不及火化。由于国产疫苗效率低下，加上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障系统，导致了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感染人数剧增，医院因涌入大量病患而缺药停诊，各地的发热门诊被挤爆，候诊时间长达6-7个小时，药店也排长龙，退烧药被抢购一空。中共放开防疫政策后，官方通报的新增染疫数持续下降，但医院却人满为患。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质疑当局瞒报疫情，产生恐慌心理，不敢随便外出。12月12日，中共官方宣称，用于监控个人信息与行程的通讯行程卡将在12月13日正式下线。评论人士认为，这只是中共的缓兵之计，当局并没有放弃对民间的监控和维稳。国际事务评论员表示，中国让行程码或健康码下架不算什么开明的举措，只是一种数字统治工具的更新迭代，因为经过2年多的时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数据都被掌握，变成维稳用的资料库，而且中共马上就要推行数字人民币，是另一套更新颖、更全面的数字监控机制，可以直接锁定、介入人民的财务状况，所以中共停用行程码不让人意外，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件事对外营造出政治开放、经济利好的表面假象。中共近期公布新10条，放松了疫情管控，但是有数百万家的餐饮业、零售业、百货商场等不到政策落地，已经倒闭，纷纷退出市场。多座城市的商业街呈现萧条景象。疫情清零3年，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北京原本热闹的前门大街、大鹏栏，今年以来游客稀少，很多老字号店铺都已关门歇业。10月份以来，乌鲁木齐铁路局西单商场也于11月30日关闭店门，这是今年以来乌鲁木齐第3家闭店的商场。除了失业，许多拿积蓄来经商的个体户，在疫情反复封控下，不仅积蓄血本无归，还背上了债务，成了新贫族。中共对疫情采取简单粗暴的封控手段，又仓促解封，大量的资源因此浪费，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12月10日，习近平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期间他在利雅得出席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以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根据沙特阿拉伯新闻社报道称，峰会期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总价值超过292亿美元，还呼吁以人民币结算石油。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是传统的盟友，但近几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尤其是2018年沙特裔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奇被杀后，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白宫之前表示，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是中国试图在全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例子，他不会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阿峰会前夕，浙江义乌和沙特阿拉伯完成了首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习近平9日出席海合会峰会时，也呼吁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但沙特阿拉伯等国目前没有表态。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峰会后被问到对习近平的款待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示沙特阿拉伯将继续与所有合作伙伴合作。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对阿拉伯国家海合会所抱的希望很大，外交攻势很强，但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中共明显缺乏调节能力。此外，中共镇压所谓新疆穆斯林，又左右逢源拉拢以色列，都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中共的信任。另外，中共经济高速增长的日子早已结束，在中共的渗透扩张又面临着美国的反制，这些都制约着中共的中东野心。